各位老友記，大家最近有冇發現，去公立醫院睇醫生或者諗住申請政府啲牙科資助嗰陣，個程序好似複雜咗好多，甚至聽過街坊講，明明自己冇乜錢，但係申請醫療減免嗰陣，竟然俾醫管局或者社署話佢互報資產，搞到又要解釋又要補交文件，甚至驚到瞓唔着，驚政府會告佢。今日我哋要詳細傾下2026年度最新喺長者牙科福利，同埋點解最近咁多人喺申請公院醫療減免嗰陣踩中陷阱。如果你或者你屋企喺長者，正打算去洗牙補牙，或者想申請嗰份醫療收費減免，呢條片你一定要由頭到尾睇清睇楚，因為入面講喺三大審查陷阱，真係分分鐘令你由攞份利變咗夜官飛。首先我哋要講下2026年度最重要下一個資訊，就係長者牙科服務資助係更新。大家記住，今年係2026年，政府對於關愛基金長者牙科資助項目做咗一啲調整。以前好多老友記以為要攞中元先有得免費整牙，或者一定要係80歲以上先有，其實到咗2026年，只要你係年滿65歲或以上，而且正喺度領取長者生活津貼，即係大家口中喺長生津，你就已經合資格申請。唔好以為洗牙補牙係小事，依家私家診所洗個牙都要500-600蚊，補一隻牙分分鐘過千。如果你想生假牙2-3萬蚊都係閒事，但係透過呢個資助，你可能只需要俾幾十蚊，甚至係完全免費。但係重點嚟啦，點解2026年開始多咗咁多人被指互報資產呢？呢個就係我要講喺第一個重點，公院醫療減免同埋牙科資助喺審查機制已經連線咗。喺2026年，醫管局同社署喺系統加強咗大數據比對。好多老友記以為我申請牙科資助嗰陣，我只係填我手頭上嗰本存摺咪得咯，或者我申請醫療收費減免嗰陣，我唔記得報嗰個好耐冇用過海聯名戶口，諗住政府唔會查到。我同你講，2026年喺審查嚴咗好多。最近有個案例，一位72歲喺老人家，佢申請醫療費減免，佢以為自己個銀行戶口得幾萬蚊，合乎資產限額，點知醫管局查到佢喺10年前同佢個仔開咗個聯名戶口，入面係佢個仔存入去買樓蟹首期，有成幾十萬。雖然老人家話啲錢唔係佢蟹，但係法律上聯名戶口蟹錢係視作雙方共同擁有，結果佢被指互報資產，仲要追翻之前減免咗蟹所有醫療費。呢個就係第一個陷阱，聯名戶口同埋比以往蟹戶口，大家一定要記住，當你填寫任何資產申報表，無論係為咗2026年喺牙科福利，定係公立醫院喺醫療費減免，你必須要將所有名下喺銀行戶口，包括聯名戶口，已經冇用好耐但未取消蟹戶口、定存戶口，全部報晒出嚟。你唔好覺得政府查唔到，依家係2026年。電腦系統一對名同身份證號碼，乜都出晒嚟。如果你唔報，就算你真係唔記得，喺法律上面都可以被視為提供虛假資料。接住落嚟講第二個審查陷阱，呢個係好多長者最容易忽略嘅，就係保險價值。好多老友記後生嗰陣買落一啲儲蓄型保險或者人壽保險，到咗今時今日，呢啲保單已經累積咗一筆現金價值。喺2026年度喺新指引入面，審查人員會特別問你有冇保險。好多人覺得保險係死咗先攞到錢，或者係病咗先賠，點算係資產啊？錯啦！如果嗰份保險係可以退保攞錢喺，佢喺現金價值就會被計入你喺資產限額入面。如果你份保單價值有10萬蚊，而醫療減免喺資產限額係8萬蚊，咁你就超標啦。所以大家申請之前一定要追返啲保單出嚟，睇下入面個退保價值係幾多，唔好等到人哋查到你話你人萬資產，到時你話我唔知保險都計係冇用嘅。第三個陷阱，亦都係最令長者頭痛嘅，就係仔女喺家用。你可能會問，家用係收入唔係資產，點解會變咗陷阱？原來喺2026年喺審查入面，佢哋會睇你銀行戶口喺現金嚟。如果你每個月固定有5-6千蚊存入去，而你又報稱冇工作冇收入，審查人員就會問呢啲錢係邊度嚟。如果你話係仔女俾喺家用，佢哋會將呢啲錢計入你喺月收入。如果加埋你份長生針超過咗減免喺收入上限，你個申請就會被拒絕。更麻煩係，如果你之前申報嗰陣話自己冇收入，但係銀行記錄顯示每個月都有幾千蚊入賬，佢哋就會懷疑你係咪做緊散工，或者有其他秘密收入，咁就會變成互報資產同收入。咁講到呢度，大家可能好驚，覺得咁多陷阱，我係咪唔應該申請啊？絕對唔係，
只要你識得點樣正確申請，2026年蟹佛利係好豐厚蟹，特別係我標題講嗰個洗牙補牙只輸幾十蚊，呢個係真係。喺2026年，政府同好多非政府機構 NGO 合作，例如仁愛堂、保良局、東華三院等等蟹牙科診所。如果你係合資格蟹場者，你只要帶埋身份證同埋領取長生真蟹證明文件，去呢啲指定診所掛號，基本蟹洗牙補牙，扣除咗政府資助之後，你自己負擔蟹費用真係非常之低。有啲診所甚至做到零負擔，即係完全唔使錢。點樣申請呢？其實唔複雜。首先你要確認自己係咪攞緊長生針。如果你係65歲以上，通常都已經攞緊。第二步，你去屋企附近蟹社署辦事處，或者去一啲長者中心，得啲社工幫手，佢哋手頭上有晒2026年度最新蟹牙科診所名單。第三步亦都係最重要下一步，就係如實申報。我建議大家喺申請之前，先去銀行印返最近1年蟹存資記錄，睇下自己有邊啲戶口係仲有錢蟹。如果有啲戶口係好多年冇用，入面得返幾草嘢，最好先去取消咗佢，咁就最清脆利落。另外，好多老友記問我2026年想整全口假牙，個資助上限係幾多？根據最新蟹數據，長牙牙科資助蟹上限已經調升咗，最高可以資助超過港幣3萬元。呢個數目包括咗口腔檢查、洗牙、補牙、駁牙，仲有最重要蟹上假牙。你要記住，呢個資助係一世人一次蟹，主要大鱷資助，所以如果你打算整假牙，一定要最間信譽好蟹診所。除咗牙科，廣泛公立醫院蟹醫療減免，大家要分清楚，醫療券同醫療收費減免係兩樣嘢。醫療券係每年2000蚊，喺2026年依然係咁多，你可以用嚟睇私家醫生、睇中醫、洗牙。而醫療收費減免係針對你睇公立醫院急症室、住公立醫院或者睇專鋪門診蟹費用。如果你係攞緊中原，咁就自動發免。但如果你係攞緊長生針或者係低收入長者，你就需要另外申請。喺2026年，呢個申請要交係通常係1年，1年後你要重新遞高資產證明。好多老友記就係喺捉棋蟹時候出事，因為佢哋以為舊年報過，今年照填就得，點知今年個銀行利息多咗，或者仔女俾多咗家用，令到資產過咗界，結果就被指無報。我想同各位長者講，政府蟹佛利係大家應得蟹，但係2026年蟹社會環境同以前唔同咗，政府財政壓力大，所以查得好嚴。佢哋唔係想針對老人家，而係要確保啲錢係用喺真正有需要蟹人身上。所以大家喺填表蟹時候，一定要打醒12分精神。如果你唔識字，或者睇啲表格睇到眼花，千萬唔好夾硬填，更加唔好聽街坊講呢啲唔使報啦。你一定要去長者中心批借工，或者叫你啲仔女幫你睇清楚。仔女們都要留意，如果你平時會過錢逼爸爸媽媽，最好備注返係家用，而且要確保呢啲錢唔會令到佢哋蟹資產超標。2026年蟹長者佛利其實仲有一啲細節為，例如如果你係70歲以上，你份醫療券其實可以同配偶共用。如果阿公嗰份用晒，阿婆嗰份仲有，可以過俾阿公用。呢個政策喺2026年已經做得好成熟，只要兩口子去診所做個簡單登記就得。呢啲都係錢嚟嘅，唔好浪費。至於洗牙補牙，點解我要強調2026年呢？因為依家好多牙科診所都引入咗數碼掃描技術，以前整假牙要咬牙磨，搞到老人家好辛苦想熬。依家2026年度，好多客乙診所已經改用手持掃描器，喺口腔入面掃嘢掃就得，而且資助範圍亦都擴大咗，包括一啲以前唔包蟹根管治療，即係大家講蟹道牙根。最後，我想做個總結，要攞準2026年創找免費牙科佛利同埋避開醫療減免蟹陷阱，你要做3件事。第一，清查名下所有財產，包括保險同聯名戶口，做到誠實申報，一件不留。第二，了解清楚資產限額，如果你蟹資產只係超出一點點，可以考慮下係咪要先用咗啲錢嚟做必要蟹醫療開支。第三，善用長者中心蟹資源，唔好自己顧下。大家要記住，我哋辛苦咗一世，到咗60、70歲，照顧好自己蟹牙齒同身體係最重要。蟹牙好，胃口就好，身體自然好。唔好因為怕麻煩或者怕俾查就唔去申請，只要我哋正正常常清清楚楚咁去報，呢啲佛利係可以令到我哋蟹退休生活過得舒服好多。蟹2026年，希望各位老友記都食得好，瞓得好，牙齒健康。
如果你覺得呢啲資訊幫到你，或者你身邊有朋友淨話要去整牙、去公園睇症，記得將呢啲重點話俾佢哋聽，特別係嗰3個審查陷阱，真係要提咗又提，唔好等出事先嚟後悔啊！大家可能仲會問，如果我真係唔小心互報咗，會唔會坐監㗎？其實一般情況下，如果醫管處發現你資產超標，佢哋首先會要求你補回差價。但係如果你係全心欺騙，例如明明有100萬資產，但係報話得1萬，咁就有機會涉及欺詐罪。所以誠實申報唔單止係為咗攞福利，更係為咗保護自己。喺2026年呢個大數據時代，我哋做每一步都要清清楚楚。另外，關於嗰個洗牙補牙只輸幾十蚊蟹心情，大家記得去揾一啲有掛住關愛基金長者牙科資助標誌喺牙科診所。你可以打去1823政府熱線問，或者直接去長者地區中心攞張名單，唔好隨便去街邊一間私家診所就以為有得減。你要先做咗登記，經過社工或者指定機構評估咗你係合資格，你先可以去睇醫生。講到呢度，山線大佐對2026年度蟹牙科罰理同醫療健面都有咗好深入蟹了解。記住，罰理係俾有準備蟹人蟹，你要做個精明蟹場者，唔好俾啲複雜蟹表嘅嚇到，只要清清楚楚，罰理就係你蟹。下次我哋再傾下2026年度其他關於長者住屋或者交通蟹新政策，大家記得留意啦。大家都要保重身體，我哋下次再傾。